新闻一开始来看，台中泽运找查某发生一个身体死亡、在人受伤的意外。今仔早起，台中泽运的董事长林良泰嘛去议会备询，中泽表示讲，随车员会当反应的时间只有13秒，必须按照标准作业流程 SOP 来进行通报，无法度阻止意外发生。也毋过，交通学者李克昌是认为讲，已经系统应该优化。SOP 佮有教育训练，嘛拢有需要重新来检讨。吹集中昼建安工地外口有2个人当伫管制交通，但是楼尾顶的吊桥煞雄雄摔倒来，佮去弄到台中捷运的天道，就连交通管制人员嘛惊甲赶紧闪。另外，佮有一个画面是当时建案施工的工人看到吊桥摔落去捷运天道的角度，不过说来捷运也是继续驶向前。吊桥摔落来，去弄到台中捷运这件重大意外，造成1死10伤，嘛正做市议会质询的重点。台中捷运虽然伫11公布监视器，但是议员质疑讲，明明到40秒通应变，捷运人员却拢无甲车帮动落来，铁道侦测系统嘛无起作用。但是台中捷运表示，当时的反应时间仅13秒，一切拢有照停驶。13秒时间，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执行他的程序。即摆系统物件若毋是落伫咧天道，都无法度侦测会到，甚至是爱车帮底盘装的障碍物侦测管去弄到物件时阵，车帮才紧急打动。虽然台中捷运讲这含外国的捷运系统设置拢相共，不过学者认为爱个改善通报和应变的机制，也要赶紧重新检讨才使。怎么样来检讨我们的相关的 SOP？ 那紧急应变的机制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些强化？也包括刚刚我讲的侦测的系统的功能，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一些优化？学者认为，除了爱强化系统的功能以外，台中捷运的应变流程嘛要加强。除了检讨通报流程的时间差，对人员发现问题到处理应变，甚至赶紧互列车动落来等等，这应变措施拢爱搁加强训练甲检讨。记者台中综合报道。